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后个月要来调起电价，也毋过国民党团来提案要来冻起电价，民众党团嘛同意这个提案，所以排入去立法院今仔日的议程来表决。民进党团早就做好准备，发动着甲级动员来备战，要把这个提案扭落来。上尾议会决议提案直接来付议托，而且进入到调野协商，并且由国民党团来接手。来调集，再去一透早，中华县有15个这个环保团体到立法院的头前开记者会，痛骂这个国民党甲民众党的提案是来独立着工业用电，讲这个电价起价若是合理，应该起都爱起。反对动涨工业电价！反对动涨工业电价！中华县的环保团体紧急上北，伫立院外口口号，就是为着这件代志。我们以最抗议的这样的决心，来表达必须要挡下民进党一意孤行的涨电价这样的一个行为，选择了跟中国国民党合作。那电价调涨的这个事情，其实两个党团分别各自站在人民的立场。国民党团提案要求经济部袂使起电费，民众党团嘛缀咧赞声。今仔日议会要并关，民进党团早就做出反制，一透早就动员备战，按算甲提案先扭落来，先来调野协商，等1个月冷冻期了后，才个讲。我们交互协商啊，你现在不可能，你在立法院可以，你自己订立的公式，你自己通过电业法，你自己叫停啊。人家都是依法行事的。是好。看调野的公方这么热，政府部门嘛传好3套剧本。若是照民进党的规划进入协商，电费就照原定计划4月开始起。若是南北合作要求袂使起价，就算是过关，这嘛已经超过立院的职权范围，会侵犯到行政权。除了头前2项，在野党毋但要求电费袂使起，阁爱修电业法。若是真正过关起电费，就算这届闪有过，未来恐惊拢爱看立院的面色。尔后必须由立法院决议通过才能调涨电价，这完全是侵犯了行政权。如果台电因此而倒了，立法院能够负责吗？南北合作要伫立院对电费出手，民进党小天蔡政府卖互台电的亏损愈来愈大，阁爱为未来影响做好准备。双方斗法就看谁人较出脱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